这种物件，人就会看到，就会讲，这真正敢有法度讲，这真正敢有法度表演。都爱去讲看卖啊，来去试看卖啊，伊迄个声音是毋是咱要爱的声？有当时我这是感觉讲是迄是神来一笔，就比如我即马坐着，我有当时坐着，我就是家己开始算，枕头啊、手安尼开始算。这个宜兰的查甫囡仔利用拍档鼓声，灌出上本土的生活节奏。不管是油菜的汤啊、竹鼓，还是灶骹内底鼎啊碗盘，拢变做一场充满力量的舞台表演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